我和中老铁路的故事，就是我每一次回家乡的路途。斯拜迪，大家好，我叫哈尼小康，一名土生土长在老挝的普通老百姓。今天我想用中文来讲解这段视频，代表中老友谊、文化影响和情感的交换。我的家乡在老挝的北部，风沙里市。我想借用这次机会，从老挝南部回到我的家乡，给大家记录这一路上的风景。我想带大家近距离的去感受中老铁路给我们普通老百姓带来了怎样的生活和改善。我和很多人一样，从小努力奔波，为学习，为工作，为了追寻自己的梦想，长期远离家乡，出远门，走出通往大城市的生活，是为理想，也为生存。说实话，我第一次坐火车的时候也很激动，我也找不到自己的座位。坐在火车里看外面的风景，真的非常美，速度很快，也很安全。从以前我连夜坐班车才能赶到首都万象，现在一上火车，坐几个小时就能安全到达。我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个时代的进步，改善人民生活的美好未来。作为一名普通老百姓，我在这里真心感谢中国赞助而有了这条通往美好未来的中老铁路，快速方便，安全到家，让等着你的家人少一份担心。能快一点回到家，都是增加了与家人陪伴的时光，幸福美好的瞬间。我相信在未来，不但是中老铁路会发展得越来越好，老挝人民的生活改善也会随着越来越好，而中老铁路永远伴随着我安全回到家，也是我最牵挂的通往家乡的那条路。一带一路，有你有我，就这样一直我们牵着走吧，一起共同创造未来，一起创造奇迹。时代在变，美好未来，唯有不变的是终老友谊。